今年你同我機會，難得坐坐車，來，大家飲杯。點句，更多人歡嚟聚會，你講兩句。好，對於同學空調，我要我理解，無論過得好或者過得唔好，我哋呢，其實有技巧一隻，我哋同學空調。做有錢又好，冇做有錢也好，人啊都要良心。我哋做有錢呢，就忘記大家曾經嘅同學伙計朋友。一句話，空調伙計冇得忘記。不管有錢也好，冇錢也好，都係至少曾經我哋在一起過。但是呢，我係做得有兩門人，但係我冇忘記人哋。但係呢。有好多人認為，一個月做有錢冇3萬有。好，大家應該多打電話，多聯繫嘛。我做2個千萬飛一個人，一隻星期冇個上5日班，喺2日時間呢冇上班啊，就大家聯繫。一久啊冇聯繫過，大家生疏誒，見面嘅時候我又冇咁講，又冇咁講。有咩東西呢？大家聯繫，有咩講咩，講出來也係好啊。你又冇講，我又冇講，大家都冇講，而就咪生疏咯。都聯繫，都傾大家生活。我做喺那業量冇人麻煩，我哋大家同學過，我心裏話講俾你聽，我也經過人哋幫助過我，我有經驗，都係大家幫助我出來啊。冇有大家，就冇有我經驗咯。而家你我是感恩，而家你呢，冇得忘記幫助過人嘅人，感謝感恩。我希望呢，大家從今以後多啲時間坐，就算冇時間坐，都熱天來聯繫。我歡聊很多年，我終於明白佢話，真實。我係因為靚就撈唔好，時間留落嚟冇係財富，冇係靚，係真心。我咁差在呢個生命當中幫過我嘅人，係要陪伴我嘅人，係要大家同學。來，乾了個杯。因為我們就是兄弟，不管相隔千里萬里。我哋幾些同學，因為我們就是兄弟，不管相隔千里萬里，你滾燙的心燃燒進我生命。